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8日通过视频连线通话。拜登和习近平此次通话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面临一个关键节点。尽管习近平在通话中说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没有加入对莫斯科的制裁。此外，美国官员称，中国还正在考虑是否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者军事援助。当地时间3月18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领导人就能源问题进行会晤。本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为地中海附近国家给出能源问题上的行动方向，并提前为3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协调立场。意大利总理表示，国家行动必须与欧盟的选择同步，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对天然气价格与电力价格分别设置上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鲁日尼基体育场举行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回归俄罗斯8周年集会和音乐会上致辞。普京表示，反对乌克兰国家政变的顿巴斯居民遭到种族灭绝。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的目前是将顿巴斯居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另一座维吾尔清真寺于周二举行的开幕式上向公众开放，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各城市的众多嘉宾出席了这座以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人托尔三泰萨里莫夫女士的父亲阿卜利兹哈基的名义建造的清真寺的开幕式。比什凯克市政府官员和吉尔吉斯斯坦宗教事务局的重要宗教人士出席了这座占地750平方米的2层清真寺的开幕式。该清真寺可容纳1500人同时祈祷。挪威已决定增加军费开支，以加强其与俄罗斯接壤地区士兵的训练和装备。挪威国防部长艾诺克森宣布，北约成员国挪威今年将提供3.4亿美元的额外预算，以加强其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加大制裁俄罗斯力度，日本外务省也宣布对俄罗斯另外15人和9个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官员和国营军备出口商。制裁措施包括解冻资产等。3月18日，土耳其今天在达达尼尔海峡为一座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新悬索桥揭幕。这座桥全长4068米，跨度为2023座，是世界上同类桥梁中最大的。埃尔多安总统在1915恰纳卡列大桥以及马尔卡拉恰纳卡列公路的通路仪式上致辞，宣称大桥以其每一个技术特点有着不同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大桥名称开头的1915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血腥、最为典型的斗争所发生的恰纳卡列海战胜利之年。桥塔高318米，代表3月18日，因此则是2023年的标志，是我们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也是我们为之赐予的伟大目标。